什么去打检查吼，因为上课，这科去用地址叫警察来人来，警察叫。其实这个没有关系，可以应该保存错印，保存起来就好。不，你买敢讲，我你爱才要那个什么。伊讲服务，所以讲咱要去改迄机，叫做写好上课讲袂使迄个。带你去隔壁就对了。所以哦，我们家光明家里，咱这里摆的哦。你刚刚挖出来那个时候可以。没有挖出来，因为他打个卡片两根几个那个。九刀呢？对啊，就丢在那边啊。所以本我身边的老师研究文史的，买的一个车来，这个到底家嘛，就是那个如果是啊，看你宾馆家啊，哎，哦，所以人家说水的是女生要动作去了。哦，安尼那个配甘蔗哈，多大配甘蔗，安怎下边要有人注意图，哎，就是那个小车，哦，啊，整个会要用，不会动，啊用那个水牛，没有一个不会动，啊一个会动。啊，就大起就着，啊就几乎万岁，吼，啊咱搁有咧，咱车是毋是讲来拄仔讲诶，有轿车对无？啊轿车要送去迄个迄种。聊聊一下。招人就是巴黎市场遐，要去遐做展示，但是咧轿车你即摆拢有车咧拖，啊咧载的时阵咧，迄轿车叫搭出来。台湾县。啊搭出来讲，这当地讲咱这轿车。你若是文字，所以咱遮有金庙，伊的拜光电俄罗斯，光电。啊就是拜这辆轿车，啊有着刚咧他们然后。两件俄罗斯。两件俄罗斯柳营这个是。会长，咱公爷是三府内底个花道大政府，啊个迄个南昆金，啊个一个太古地王府，这三间庙，哦，伊就是王爷开始对麻豆遮，但是麻豆因为咱头前调迄个三门溪吼改道。啊，所以把伊的庙甲冲一个歹去啊，啊伊的神就流没到外，内经是到太古地王府遐，啊地王府有啥物姓氏的？迄个王爷保护千岁是李府做大千岁嘛吼？为啥物地王府伊会叫地王做大呢？因为地王是用请起来的做事，所以地王做老大，吼。所以其实迄落，然后咱昆金遐，因为迄阵仔的人生活拢无介好嘛，啊要拜，你爱想讲300万年前他们食饭都有问题，然后可能要拜拜。参香台湾迄阵仔参香都无，足少有人会，就咱搞不啊，无人会晓做香，拢爱是了进口的。哦，所以因遐无法度去拜，所以就甲放毛去到。南昆新遐做起来做登记，啊，所以南昆新遐，咱的五府千岁交囡仔吼，囡仔讲，是毋是要坐即个来清府即个地理，所以去人有讲五府千岁大祭囡仔讲，啊，五府千岁，伊的擦骹鞋有去互囡仔讲一个，所以五府咱南昆新的王爷，五府千岁的。他那遐拢有一个，他那布都保卫起来，就是记载遮的迄个，这就是王爷信仰。咱这个三元宫呢，红祖庙三元宫，因爸母长呢，因是拜祖灵嘛，这间庙嘛是爸母祖的公厝公界来改建的，因叫三元真君，台湾省只有这间庙有这个神。无亲无家，无这个就对啦。他只有这一家，没有第二家了，对啦。这个神这个神就是爸母祖的神就对啦。因叫做红祖，因爸母祖因的神呢有阿日祖，有阿日母，太祖母姊妹，啥物话，太祖，啥物话，因嘛叫红祖，
啊，因迄就是拢因的祖先，因的祖灵对啦，只是因的形，因的各个色吼，因摆的形是无同，啊，其实拢是因的祖灵，拢是因的，伊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。来，哦，我们到外面了。一个汪一个汪，那国语怎么念呢？谢谢。国语也是念作汪哦。安啊，安这个。国语念作安，啊，台语也要念，讲你写。台语也是安。